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来到主的面头前，伫这个圣日，三合来敬拜主，借着伊的话，互咱得到力量，得到信心，互咱心中有平安。最近，咱伫社会顶听到真侪无好的消息，咱为跩人祈祷，有的人得病伫厝内，有的人伫病厝内。有的人心内真惊，实在是顶摆有一句成语讲淡好变色，就是听到这个好，哇，因的面色就给变去了，就惊了。咱即阵是淡病毒啦，变色，听到迄病毒倒落去传染着咱迄个所在咱毋敢去啊，因为惊去传染着，所以主咱兄弟姊妹。咱为着跩伫病痛当中的人，为因祈祷，主若互咱机会来向因传福音，这是一个时期是世界一个真大的挑战真侪国家的人去得到，特别是一个大国搁较厉害，所以咱的生命，咱信主的人伫神的手内。因为咱得救了，咱虽然咱无惊迄个死亡会临到，但是咱求主互咱聪明智慧，互咱学习吞忍保护家己特别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咱求主特别怜悯咱会怜悯怀伫病痛当中，真侪会重担求上帝伸出伊大能的手来拯救。盼望咱跩疫苗互真侪人签了后，有迄个抵抗力这个社会早日恢复正常这是咱所祈祷的。求主特别怜悯，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的时阵，阮也是向你祈祷，向你祈求，主你甲阮讲阮毋通担心，你著将你的重担卸托神，因为伊顾念恁，所以感谢你互阮带来安慰。主阮即个时来敬拜你的时阵，安静阮的心，来集中阮的思想意念，当来孝顺主你的恩典，甲你宝贝话语叫阮得到力量，得到这个平安的心。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生在全能的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身在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于这生。风
生在生在人类堕落原理，透过生儿子宝血赎回失散生命，正义真理公平，与怜悯和唯一，再来的君王，爱永不止息。你是主，你是主，掌权直到永远。你是主，全能真神，拯救我的君王。你是主，你是主，掌权直到永远。你是主，全能真神，拯救我的君王。你是主，拯救我的君王。神在神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到摩西五经的第3本册，叫做《利未记》。利未记，真侪人读了这本册以后啊，因感觉到这个册内面的内容大半是咧讲到以色列人的在祭祀的一件责任、一件工作。甲一件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个精神道德，甲身躯顶面在肉身生活的一件法则、一件原则条规。有的人甚至读一本册感觉到枯燥乏味、读真无趣味毋是啥物用个啥物小说真有趣味的迄物件有的人甚至读到一半放弃了但是呢，如果有人较吞忍的来好好来研究、深入的了解这本册咱就会发现到其中这内面所讲到的是关系到一个健康的社会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到一个行为。伫这个精神包括内面一句真重要的话一句真重要的话，就是关系到一个条规、一个律例、一个法则、一个律法。这句话是啥物呢？就是讲到圣经11章第44节所讲的。伊讲：恁着正做圣洁，恁着成为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内面会蕴藏伫在法典、在律例、在律法当中的后面是关系到这个现代道德观念、道德的精神生活顶面所需要的一个指南、一个 guide 其实咱现代的社会顶面真需要做迄物件
因为咱现在社会道德观念在精神各方面、属灵生的精神各方面已经低落了。人计追求物质追求迄个利益咯。若无迄个利益因就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人。所以咱今仔日题目是讲到上帝的圣洁上帝是圣洁的咱的题目是上帝是圣洁的我来读几节经文几节经文就是利未記19章，利未記第19章第1節到第8節。利未記19章第1節到第8節安尼講：耶和華對摩西講，你着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講，恁着聖潔，因為我耶和華恁的神是聖潔的。恁逐個人着孝敬父母也着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恁的神。第4節，恁毋通偏向虛無的神，也毋通為家己鑄造神像。我是耶和華恁的神。恁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陣，就獻得可蒙悅納的。這個祭物就佇獻的迄一日，甲第2日食。若是剩到第3日，就將因燒。第3日若閣再食，這就是為着迄個可憎惡的，必無蒙悅納。第8節，凡若是食的，的確要擔當伊的罪孽。因為伊褻瀆了耶和華的聖物，迄個人的確對民眾剪敵這是聖經節那麼有一節是羅馬書第10章，新約羅馬書10章第4節安尼講：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凡信伊的人，就攏得到義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凡信伊的，都會得到義。義就是公義的意思。所以今仔日咱來講到關於這個利未記當中的一個律法。頭先呢，咱來溫習過去所講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就簡單來講，頭一個咱知影，因就出埃及經過摩西甲迄法老法老王佇皇宮佇咧操盤的時陣因上帝降10個災難，到第10個災難就是四大囝守喪的會死，因為上帝甲伊講，恁的迄個門口着抬隻羊抬隻羊門口着將迄羊的血抹佇個門框頂面兩邊的門框叫頂面的門框頂面，然後你着食懷有活質的懷殘了就趕緊離開。所以因離開的時陣就是佇正月阿別月就是現在的曆日大概是3月至4月當中佇迄個時陣離開。那麼離開的人偌濟聖經講，若是男的有60萬人，60萬600,000，但是遮也閣有加上懷婦人人交囡仔無算在內若是閣加上懷囡仔交婦女有的人大概咧算，至少都有200萬人至300萬人遮多。所以你看覓，要逃出來要離開的是遮多人，毋但安尼，也閣牛羊懷雞絲厝內遮物件也多
要过红海的时阵后向曠野会行，头前是红海，后壁就是法老王的追兵啊到了，哇！即个要甲因杀死，但是啊，上帝预备啥物呢？预备即个分条甲协调伫中间扎咧，来向伫埃及人的军队的时阵啊，迄边是暗的；来向伫以色列这边是光的，所以上帝会叫摩西啊，你手中的迄支拐啊，向这红海夹起你的迄支拐啊，然后迄个红海开了，以色列百姓就过红海行大队过去。那么埃及兵呢，看到因海过去，伊也是冲落去海中的时阵，结果呢，摩西佮举向海红海举迄支拐的洪水海水佮再合咧了，所以在军队拢伫海中死去。后来佮向前行的时阵，行了3日的路程因拄着无水通啉就咧发怨言咯。后来来到这个马拉这个所在看到迄搭有水，的时阵要啉的时阵，发现到海水是苦的，无法通啉这上帝就讲摩西讲伊讲你沾一张手将这个手甲你添落去这个海添落去水中因起来啉的时阵。水就变做甜的，后来佮向前行，佮伊啉这个所在有12个的水泉，有70丛的樟树以色列人就伫遐安营咯。后来因佮在怨言咯，来到第2个月15日的时阵，因就伫伊林叫这个西奈当中这个。曠野叫做神的曠野当中，百姓发怨言，讲说：你带阮来到这，阮也无肉通食阮伫埃及的时阵佫有肉通食，阮来到这要互阮枵死吗？因伫咧发怨言的时阵，上帝就讲摩西讲：我预备在暗暝黄昏以后有烟吞落来一款鸟才是真有营养的。伊落来，恁就掠来刣了食。但是到早起呢，有像个麻那白色的细粒的甜的对天顶降来，恁就食。暗暝有肉通食，烟吞肉；早起呢就有迄个麻那通食。所以上帝陪伴因的需要然后佮拄着，佮向前行说，佮拄着无水通啉。上帝就叫摩西用迄支拐拍一个絆石，迄絆石出水，因通啉。佮向前行的时阵，佮拄着在叫做亚玛力人真牛拍战的，要来甲这个摩西因在百姓战争摩西就找这个约书亚带军队伫山骹交怀对战摩西伫山顶呢，夹手的时阵在以色列人就拍赢了。但是手绳放落来时阵这边亚玛力人这边便拍赢了。所以后壁有人就将亚伦甲伊的同伴就将伊的手甲夹起来，甲扶起来，所以定定向顶骹夹起来时阵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拍赢所以后来呢，就来到西奈山，这西奈山骹就伫遐安营咯。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以后的第3个月的迄一日因来到西奈山。那摩西呢，上帝呼召伊去山顶要甲伊讲话。后来就将10条诫命交有一间因的律法到要怎样做这个会幕的代志讲摩西讲摩西就照做了最后伫遐就将迄个会幕
做起来时节啊，并且上帝啊就伫会幕内面啊呼召这个摩西入去，伊甲伊讲话，就将上帝要吩咐以色列百姓伫敬拜祭祀方面，交这个生活顶面的律例律法甲伊讲出来当上帝当迄个会幕做了，上帝的阳光伫迄个会幕的顶骹迄个阳光就是迄个魂继续底因行上帝伫倒咯迄魂伫倒咯伫顶骹安尼，所以上帝无离开因借着会幕，借着这个在魂甲因同在。那么因上帝所予因的颁发的在律法当中大概分做3类。一方面是道德方面的moral law， 第二方面是民事就是百姓内面因家己发生的在冲突的代志civil law 第三方面就是敬拜甲制作在圣物的代志ceremonial law 在敬拜的条规内面有人伫咧算讲到这个摩西律法当中总共是613条这个613条等于就是可能咱身躯顶面的一个器官叫咱在 nerve 叫在筋的数目是613，分这两类关于在248条是讲到什么？是较咱亲像人的迄个organ，规个器官有248件的器官，咱亲像在律法当中有248条是关于一个职业性的戒律袂用做啥，袂用做啥物另外呢，365看咱365里是迄个禁止因做啥物代志，较咱亲像248条是organ，那个365条是迄筋所以加起来是613条真奥妙上帝律法就是用身躯内面的这器官来数目互人较过去所以咱以后若问说摩西律法几条你就讲613条613条。那么这个上帝要叫摩西写这个利未记的目的伫倒落因伫什么所在？用偌济时间写这个利未记大概用了1个月到20日的时间那么伫什么所在呢？就是西奈山骹，伫这个会幕当中，伫会幕内面上帝呼召摩西入去，就讲伊讲这条规写出来所以有一共613条。那么怎知影因用了1个月到20日来写这呢？因为迄个会幕建立的时节就开始，一直到离开的时节离开去往迦南地行的时节伫这个当中的日子一共是1个月到20日1个月到20日的时间，这圣经当中有记载。OK， 那么这个利未记的目的是什么利未记的总主题的中心思想昨晚咱有读圣经就是说以色列恁得记咧，说我耶和华是恁的神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圣经跟你讲，说我是耶和华恁的神所以恁着诚做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恁也毋通伫地顶
让一白物啊跑，就是一动物咯，物件白伫涂骹咧白怀物件吼，来污秽恁啊！毋通是乱食乱用怀物件。45节讲伊说，我是恁将恁对埃及地领出来，耶和华要做恁的神，所以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和华是圣洁的。那么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啊？圣洁伫希伯来文叫做 Kodesh， 希伯来文 Kodesh， 伊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是什么啊？分别为圣啊！譬如说，咱去菜市咧买茄子规大堆但是有好的，有歹的，有烂的，有暗淡的有糖的，所以喺你要买的时阵就卷咯，分别出来。一粒一粒卷起来，分别出来，就是交怀袂去倒着，因为这烂可能会影响着怀其他好的所以就分别。所以圣洁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分别。所以感谢主啊，伊也叫咱着圣洁伫真侪还无圣洁的人当中就分别出来，来归托神，来献托神属于神，并且咱专门为神所有为神所有。意思就是咱的生命甲咱所做、咱所侍奉的，应该就有圣洁。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行为举动就有圣洁的所以神甲人立约甲因讲说，恁着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个话，你着讲以色列人讲，上帝向因立约，伊讲要成因这个国度要成做祭司的国度，成做圣洁的国民为什么要求伊圣洁的？为什么讲到这个祭司的国度呢？因为做这个祭司做咧重要的条件就是着圣洁要入去献祭时阵，伊就洗骹洗手洗清气，才有法通入去见神而这个会幕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献祭的祭坛，太牛伫遐献祭烧，佮扫落去就是一个盆内面揢水因是洗骹洗手洁净咯，因才有入去圣所伫圣所内面，伊就伫遐服侍伫服侍神至圣所内面有一个约柜，是代表神至圣所迄个约柜代表神甲因同在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这个会幕他们那个是代表上帝的同在那么这个利未记是圣洁所以因要服侍神、要敬拜神的时阵，因着有圣洁所以因要求说，我的百姓要成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成做圣洁的国民为什么呢？因为祭司是着有圣洁的，才有法人伫内面来服侍主伊在国民全国的以色列大家着尊敬上帝的律法所以因为圣洁，所以圣经讲我是圣洁的，因此恁也就圣洁那么讲到神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讲什么呢？就是神是道德顶面绝对的完全，无一点的污染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伫道德顶面上帝伊是绝对的慈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是绝对的公平，伊是绝对的信实
这就是上帝的圣洁啊！换当将这啦名词啊来用伫咱人的身上啊，就无合咯。啊，比如说，咱讲上帝伫道德顶面是绝对的、完全的、完美的。咱有可能讲啊，说我某人啊，伊伫道德顶面哦是绝对的、完全、绝对的、完美的，无可能。咱讲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咱有可能讲到人是绝对的慈爱，无人是绝对的公义，无可能。咱讲上帝是绝对的信实的。咱有可能讲，无人伊是绝对的信实无，人是无完全的，只有上帝是绝对的。好，所以上帝是绝对的圣洁，伊也是要求人用即个律例、律法这物件典章诫命来互这百姓要求因着安尼做。当伊安尼做的时阵，就表现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百姓若是学习这律例典章、这律法遵守这物件，伫生活顶面表现出来因为迄个社会以色列的社会就成做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祭祀的国度就是因要求因的国度、因的国民拢是着圣洁的，才有法人将伫生活顶面来传扬上帝的真善美，传扬上帝是一位真的上帝，真正的神独一无二的神，伊是圣洁、公义、慈爱，一切美德拢伫遐所以咱感谢主感谢主咱过来讲到神伊颁布这律法的时节、诫命的时节对这律法典章当中，咱可能看出上帝是圣洁的，是完美的。譬如说伫祭物顶面上帝要求说，你要杀一只羊、杀一只牛，要献祭的时阵，这祭物应该是着无残缺的，没有残缺的所以祭物无论是羊牛，必须是完美，无白骹白手无自骹自手的，无破变的，这个是完美的献给神。所以上帝要求人也是着完美因咧备办的时阵，就找一个做着一只完美的羊还是牛来献上有一款的心思甲行动伫食物顶面上帝也是真侪禁令。伊讲啥物袂做食，牛羊连做咧食，因为牛羊伊是分蹄，伊的蹄是分开两半，然后伊是环胃环食的意思就是说伊食了物件无完全消化，就囥咧无消化，就囥咧另外一个所在。等你枵的时阵，佫吐出来，伫喙内补咧，佫再食，佫吞落去。即款的精神是圣洁的，是清气的，所以人会做咧食。就当时的猪袂做咧食嫌暗淡的，也有真侪种动物人袂做食。但即个海中的海鲜无难的袂做咧食，因为是无好的，是无洁净的。伊所谓的无洁净，因为食了人会破病所以有人咧研究迄个鲫真好食用有的鱼鳗鱼真好食，但是无难的人食伤多食落去会敢若 cholesterol 就也悬真食坏物件计是真悬的 cholesterol。所以上帝为着爱在百姓一个健康的身躯，因命令说毋通食这物件，因为这是无洁净的那伫男女关系里、婚姻关系顶面圣经上帝吩咐因着遵守这条规因为上帝注意到除了人的身躯清气以外，伫道德顶面也是着圣洁内心心思意念要求咱着圣洁。所以咱每一个过生活，咱着好好
来对付咱家己啊。伫即个禁令的顶面吼，上帝甲因讲啊，伊讲恁为做咧敬拜跩偶像跩假神，为什么上帝禁止因敬拜偶像、敬拜假神呢？因为来敬拜跩假神、敬拜跩偶像的时阵，伫因的仪式当中啊，因将家己亲生的囝儿啊，甲伊杀死。在献祭烧来献祭，真残忍啊！甚至有的人哦，伫咧敬拜因的假神的时阵吼，伫这个仪式当中哦，男女行淫、犯奸淫，就是男女性乱性啊，行这个淫乱的代志。所以咱看当时吼，在外邦人生出来，在家境无完美，吼无完全，吼有缺东缺西，啊有时也做变，吼甚至伊会假是属于上下的，所毋知影。所以因伫即个男女关系中面啊，非常会乱。所以伫10条诫命当中，第7条就安尼讲啊，甲因讲说，恁不可犯奸淫。犯奸淫的意思就是无正常的夫妻关系，交人发生关系，这个就是犯奸淫咯。甚至圣经的当中啊，你袂记咧，袂做咧交亲近的人，伫摩西律法当中，亲近的人直属的关系的人。结婚，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圣经当中，伊讲不可有同性恋，不可乱伦。什么是乱伦啊？乱伦就是家己兄弟姊妹交亲人父母跩犯罪，无应家己甲家己的家庙发生性关系。带伊来做家己的某，袂用咧交你的老爸的太太，你的后母交有关系，这是叫乱伦。同性恋呢，就是男交男发生关系，女交女发生关系，是无一个正常的关系。上帝造男造女，为就要传宗接代，愈生愈多。但是男的交男的，女的交女，要怎样传宗接代呢？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咯。所以圣经佫特别讲啊，人袂做咧交在精神野兽、狗还是什么动物发生性关系，当的时的人就是这款作乱男交男同性恋都是无完全的，佮交动物发生迄款的关系，是非常的罪恶。所以圣经特别讲啊，说人若甲男的交合，亲像甲女的交合一样因两个人来行了这款歹的代志，可憎恶的代志总得将因治死，就是着互因刑罚甲因刑罚直到死因的罪就归因家己的身顶，因罪是当得的因的死是因当得的罪的刑罚所以上帝伫这个男女婚姻关系是非常的严格就是当时订了婚，一男一女订了婚的时阵，也未正式结婚的，发现到一个女的交别个男的发生关系伫因的条规内面就甲伊停死，真严格为着干哪只？伫在条规当中，咱可能看出什么上帝是圣洁的。伫生活顶面是各方面的圣洁，所以伊的百姓因是这个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所以，逐个人若是安尼做，这个
伊个国家就叫做一个圣洁的啊，敬畏真神，毋是敬畏假神原来啊。伫人交人的关系，彼此的关系是互顶的微妙。所以圣经当中啊，甲咱看出来真侪，就是咱现在人虽然咱是活伫新约时代，毋是伫旧约时代，但是旧约时代的一家律法到今仔日也阁是合用的。亲像出埃及记第20章，20章，安尼甲咱讲啥物啊？这个是10条诫命咱个温习者20章的第1节讲，伊说神吩咐这一切话，伊讲我是耶和华恁的神曾经将恁对埃及地做奴才之家领出来。第1条讲说，除了我以外，恁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头一个，恁袂用有别的神，将假神当作真神来敬拜，毋对，是犯罪。第2条，毋通为着家己来雕刻偶像，将神来敬拜，将这假神雕刻偶像就甲雕刻做鸟，是动物。还是雕刻日头、月娘星，还是地顶的手，还是啥物人，还是牛将这当作神来敬拜，这是犯罪。第3条叫因着干哪只？说毋通乱子称呼我的名，妄称我的名，侮辱我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第4条讲，恁着纪念安息日，上帝用这个6日创造天地万物，第7日就安息，所以人着纪念安息日，7日做工，1日通休息第5项讲，恁着孝敬父母互恁伫地顶的日子通长久第6项毋通杀人第7条毋通奸淫，第8条是毋通偷摕第9条是毋通做假见证陷害人，第10条伊叫你毋通贪心别人的厝地、妻子仆人各方面在贪心贪婪，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为着叫咱有圣洁的生活。虽然咱是新约但是耶稣基督因将这10条的诫命将这律法365条归纳2条。头1条是啥物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1节安尼讲讲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伊说耶稣这个诫命当中倒一是对最重要的？耶稣回答讲，第一重要的就是说，以色列恁着听主咱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神，这是头1条最重要的。啥物着听上帝。你听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你的神。第2条重要的就是恁着听人，亲像听家己，无8条比这2条搁较大的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将旧约的真侪条的律法诫命归纳2条。头1条就是着听神，第2条听人，人来做到这点已经不错了但是咱毋是靠着这行为顶面来得救，也阁是无完全。独耶稣是完全的所以伫新约时代咱新主耶稣基督是咱的做咱的救主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世间人的罪定死
这个羔羊啊，是要来看像旧约的献祭。耶稣上帝就将伊的独生甲耶稣当做祭物啊，为着世间人来赎罪，而担伫十字架顶代替人来受刑罚，来伊的生命牺牲了伊的生命。伊的牺牲啊，咱亲像旧约的羊的牺牲就是满足了律法所要求的这个义的标准所以咱现在人啊，毋免搁去亲像旧约逐条去遵守。咱固定遵守什么？就是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咱就法人得救。因为耶稣是在律法的总最最重要的，真就咱们所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若是信伊的人拢得到迄个义，义就是公义，因信来称义咱就伫神的目睭顶面咱是诚做一个义人，义人就会是得救，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义，是完美的无残缺的是完全的迄个献祭的羊还是牛主要是，所以到新约的时节是说约翰时节，约翰看到耶稣说：“恁看，这是上帝的羔羊是代替人来受刑罚来拯救咱人的。”感谢主。所以呢，咱信主的人是真大福气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咱毋免搁去行犯罪律法咱只要相信耶稣就会做的啦。但是圣经甲咱讲，咱信主的人活伫世间人，着甲世间分别为圣，就是着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毋通叫世间人相同。世间人爱跋筊，咱袂用去跋筊；世间人吸毒，咱袂用吸毒。世间人去敬拜偶像，咱无要敬拜偶像。世间人做迄无诚实的生意，咱无要做这代志。世间人做这假药假戏色，咱无要做这代志。咱正正当当的求主怜悯。上帝只有上帝所赐的福，才是真正的福。人所用各款的奇卡巧妙这个欺诈各款在无正当的法所赚来的钱，只不过是暂时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利益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因就无咯。将来要搁得到上帝的审判。咱伫主的内面清清气气、圣洁的过一生，咱心安得到上帝的悦纳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圣经当中有一节圣经安尼甲咱讲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讲，伊讲所以恁无论是食，无论是啉，无论是做什么代志，拢着为着荣耀神来行无论做什么，就为着上帝的荣耀来行。所以咱伫世上，无论做什么，咱问问我做这项是毋是荣耀神呢？咱来想想咧我做安尼都毋对都无合圣经的原则都无荣耀神咱就毋通去做咯。所以求主帮助咱，叫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荣耀上帝的圣名。咱三合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借着你宝贝话语，搁再一摆提醒阮，叫阮信主的人是着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主这是你所加赐阮的，求你的圣灵来帮助阮靠着主的恩典来，无论做什么，是食是啉，无论做什么，拢着为上帝荣耀来行。求上帝赐阮力量聪明智慧，辨明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求圣灵来引带，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